来看一个较离经的消息。2日早起，宜兰市区有人亲目去看到2个过路的人呢，伫这个中线的内车道里行，拄一支拐啊，慢慢的伫行，袂随你散步，哪行过哪开讲，甚至拄到红灯嘛无你插，搁伫路中转过了继续行，讲起来有较含。亲目看到的民众呢，翕照了后呢，去传到网络，引起网友的讨论。因为这款行为毋但违反到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条例，这款呢爱开单以外，更有可能造成危险。伫咧车真济大路内车道，这路开民众特别醒目，一个人拄拐险，一个人伫咧边仔扶，看起来老神在在伫咧散步行街路，完全无伫咧插边的人，敢有伫咧甲因看？看敢是去画片，含经过红灯路口，因嘛无伫咧管，甚至伫咧路中直接倒换。危险的画片，却民众传起来到网络顶。他们已经经过我面前，已经跟他们挥手说不行。然后还是因都是动作无快，然后无快就算了。当他们走过去的时候，我越想越不对，怎么可以走在内侧？代志就发生伫咧2月2日，宜兰市旧城南路口，这边就是百货公司，道路是3线道，车真多，民众伫咧大路设计超行被爆挂讲笑，网友就留言：第一摆看到有人行伫咧内车道，敢是袂记得家己无洗车，互大家拢感觉非常坎坷。这样是蛮危险的。这里车子非常多，这里车子还蛮多。他如果不为他的生命安全着想的话，那大家这样做我们也不能说什么，只能自己开车的时候稍微留意、小心、注意。当时看到李小姐看到这两位民众行伫咧内车道，有间一手提起，对方说敢若无看到，因的行为可能影响到交通，更可能违反道路管理处罚条例妨开法，处新台币500元的罚款。所以本分局也在此呼吁。行人在道路上行走，应使用行人设施或靠边行走，以为交通安全。民众行伫咧内车道是真危险，嘛严重影响到民众使用道路安全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